别动！对，你们别动，我只是来拿桂花糕的，我拿完就走。去了就不要回来了。谁不要回来了？青青跑那么快，干嘛去了？不关你事。还有，记住，她以后叫雪青青，不叫龙青青。我无所谓。今天在山上，多谢了。不用谢，我只是觉得青青哭得很吵，顺手帮个忙。青青，你很在乎青青的眼泪？怎么可能？刚才那句“去了就不要回来”，是说给青青听的吧？怎么，看到进来的人是我，很失落吧？之前说来我家是路过，这也路过太多次了吧？刚才说不想看到她哭，还让她跟着你姓。你呀，明明是喜欢青青吧？我喜欢青青？不可能！口是心非，越说不可能，往往越是真。你肯定喜欢青青。内伤还没好，就到处乱跑，还真是厉害。我没有内伤。真的没有吗？我自己可以调息，不需要你帮我。你我此时气息相连，你贸然离手，是想伤我还是伤自己？你这么虚弱，可没办法保护你那整天出事的心上人。别动！对，你们别动，我只是来拿桂花糕的，我拿完就走。放心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什么也不会说。你们继续。渡真期的时候不能离手。